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01設計。今次同大家介紹一個新居屋單位嘅設計。呢個單位係一房一廚一廁嘅格局，其中廚房位置冇改動間隔，淨係將原來嘅掩門換成趟門，令到用起嚟更加方便靈活。至於浴室就調整咗佈局，同時改動咗門口嘅位置，改咗喺浴室嘅中間，令到空間更加實用。再睇入門左手邊擺放雪櫃，右手邊做咗一個鞋櫃同一組全高嘅儲物櫃。入去就係我哋嘅餐台位置，餐台旁邊可以加一組半高櫃做收納，如果有需要換成全高櫃都得，根據自己收納調整翻就可以啦。跟住入去就係客廳嘅位置，再入去就係睡房啦。再落嚟睇睇效果圖嘅細節。首先呢個角度係由飯廳望向廚房，左手邊可以見到雪櫃嘅位置，做咗一個吊櫃，可以遮翻單位嘅電箱。右手邊就係浴室嘅暗門，咁樣設計唔單止可以避免入門正對浴室，亦都唔會令到門口太過突兀。到客飯廳區域，面向入門位置做咗一組全高嘅鞋櫃，再入去有拉出式嘅鞋架，增加鞋嘅收納空間。而因為業主有養貓，所以我哋專門喺全高櫃嘅下方留咗位置，用嚟擺放貓砂盤。單位整體嘅風格以胡桃木色為主，又因為業主有風水方面嘅考量，要求入門櫃要融入橙、紅同埋紫色3種顏色，所以我哋就將呢3種顏色用入櫃體嘅設計，符合風水嘅要求，又多咗色彩嘅層次。再望向另一邊，右手邊就係飯台嘅位置，左手邊做咗吊地櫃，加咗2件層板，增加收納嘅空間，又唔會令空間太過壓迫。平時擺放下雜物或者裝飾品都得。之後到客廳，呢度做咗一個電視嘅地櫃，電視地櫃旁邊就係睡房嘅暗門。咁樣設計可以保持客飯廳嘅整體感，又唔會因為多咗棟而顯得太亂。再嚟到廚房，廚房都延續咗單位整體嘅風格，不過特意揀咗綠色嘅特色磚做中間嘅區域，多咗視覺嘅亮點。佈局方面都係用翻 L 型嘅吊地櫃。最後嚟到浴室嘅位置，呢個角度係望向鏡櫃嘅位，左手邊有個枕頭位可以包翻坐廁嘅後門，上面亦都可以擺放淋浴用品。喺鏡櫃嘅牆身，我哋用咗綠色磚，啱啱好同廚房嘅綠色磚呼應翻，令到成個單位更加統一。咁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中意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另外都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啊，我哋更多嘅圖片都會更新喺 IG 上面嘅。多謝大家。